这个台南会展中心是由经济部出资，那台南市政府出土地，那我们就一起把它完成了。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台南会展中心呢，就可以做国际的会展。那结合台南本来已经有的文化美食的这个优势呢，看起来对吸引国际的展到台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第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它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哈。未来要服务高雄或云嘉南的朋友，他们来或北部的朋友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那所谓多功能，除了会议展览以外，活动、演唱会都会是这个场馆最主要的方向。在台南深耕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开始就是进驻在南部科学园区当中，智泽科技一直都在各国去展览，不管是美国、德国，或者在台北也常常参加展览。那第一次终于有这么好的新的那个展厅可以开幕，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展览，我们是真的非常开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踏台南会展中心。今天是我们的开幕展，也是开幕首展，自动化机械展。那非常感谢《工商时报》，也感谢经济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大台南会展中心能够如期如实顺利的开幕。那开幕一开幕就有一个大展，就是自动化机械展。我们将会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台南非常雄厚实力的这个一面，也看到了许多自动化机械能够引领台湾的经济发展或工业生产，成为下一个世代很重要的一步。那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工商时报》、包括经济部在内，我们将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也希望说大台南会展中心未来承接的南台湾很重要的一些开会、会议以及展览。那我们通过了层层的压力测试，也希望说，在这么好的场地，能够迎来许许多多包括企业界的商机，以及包括这个我们会展产业的欣欣向荣。欢迎大家来台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5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成功大学因为自强校区传出某科系有真侪确诊的病例，因此校方宣布，自强校区对今仔日开始到5月29号要暂停实体上课2礼拜。有学生认为，虽然自强校区停课，不过有的学生是跨区上课，认为如果若要改线顶上课，应该要全面实施。国立成功大学自强校区因为某一系伫个24点钟内有5个人确诊，校方宣布该校区对16号开始停止实体课程2礼拜，改为线顶来上课。其他校区则是维持实体课程，因为校方前后发出2封的通知，内容无同，加上停止实体课程，只有自强校区引发学生的不满。大好，事实上，我们有9个校区，而且我们每一个校区其实都有相隔。好，那基本上我们在停课标准的设计上，事实上是采分课程、分校区的方式。好，那除非有2个校区以上都有这个多位的一个学生确诊，那这个牵涉到2门课以上，我们才会做全校的一个远距。那这一次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单日24个小时之内，在我们自强校区某一个系，它就出现有多个这个确诊的一个情形。好，那所以我们在分析数据之后，发现它其实超过2门课以上，那符合我们在5月11号所公布的停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准。所以我们在昨天这个紧急发出通知，从今天开始到这个5月29号暂停2个礼拜这个实体的一个课程。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全面改线上这样。怎么讲？因为如果你只有自强校区改线上啊，
可是自强校区的人还是会到别的校区上课，所以现在就是只有自强校区的课会暂停啊。像我们现在就是自强校区整个班级，我们刚是到成功校区去上实验课，还是实体，对啊，所以这样感觉没什么用啊。如果当时可能系上或是班上周围有人确诊后，我觉得就是线上会比较好。目前我接触到的人，他们的通识课家长大部分都是有蛮多都是直接线上授课的，所以这样跨校区应该是还可以啊。学生会强调，因为北部真侪大学拢陆续宣布远距教学到这个学期结束。既然校方已经伫个5月11公告新台线顶课程的实施相关规则，就应该遵照该规则来实行，袂用咧讲一套做一套。最后，校方伫个防疫会议决议，对5月17起到学期的结束，将启动远距为主、实体报备的教学模式。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高中会考准备伫咧5月21号到22号举办。安平高中为着要祝福学生考试顺利，由校长郭县长提议，请安平在地业者制作印有金榜题名、兑分成功的碰饼，送予在校国三的同学，希望每一位考生会当考出心目中理想的成绩。高中的会考准备伫咧5月21号到22号来举行。台南市安平高中特别发送印有金榜题名、兑分成功的碰饼。这摆碰饼上的印字拢是用校长郭县长提议制作而成的模具。校长勉励各位考生，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嘛是爱呼吁学生保持平常心，考出好成绩。那面临考试将至呢，我想为了让孩子能够心情稳定，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祝福。我们特别结合家长会制作了这个追分成功跟金榜题名的碰饼那这个也是感谢我们阿水伯包子我们李云玉我们的常委那特别呢全力的支援那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就每一位学生制作了2个传统在地的一个碰饼那让学生带回去。那当然我们会告诉孩子这个不是让你马上去享用我们是希望他呢在考完会考之后，那才来享用这个甜美的果实那也把我们家长会跟我们学校老师跟学弟学妹的祝福呢，能够陪伴着他度过这一次会考，那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实力，那也能够呢展现出他们自己最强大的一个能力，然后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那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活动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个活动我们希望祝福所有每一位今年国3的考生，愿大家的梦想都能实现。那也祝福他们，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今年的国3生又是遇到第一次108课纲，那我相信这对每一个考生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是家长会，那也跟学校这边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希望祝福每一个学生、每一位考生，他们都能够在这不容易的世代，那但是呢，能够每一个人都考出非常好的成绩。安平高中这摆准备要考试的学生总部是310个。行到教室内面，会当看到每一位同学拢继续认真的准备即将要来到的考试。学校透过送碰饼，希望考生拢会当发挥出实力，期待因会当专心去应考，保护家己莫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拢会当考到家己心目中的学校。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开展企业医疗器材研发测温的有灵感董事长曾超曼本身就是台南人，事业有成了后，为着要回馈故乡，伫咧去年就曾经捐赠医疗器材予市政府，即摆竟捐出1万支的智慧测温有灵感要送予每一位伫台南市办理新生仔登记的父母，欢喜迎接新生命的来到。为了甲市民做伙分享新生日的到来，开展企业慷慨送予台南市政府1万支智慧测温年管只要是伫5月20号以后伫台南办理新生儿登记的市民，就会当得到1支。16号这天，市长王伟特代表市民接受这份好礼。
真的非常感谢凯健企业的热心捐赠。新手妈妈手册啊，就是说什么温度要几度，温度要几度，可是你不知道温度几度哦，那妈妈也不能像阿嬷一样再帮她吸几口再试一试。那最好的方式、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你冲泡牛奶的时候就能知道那奶瓶里面的牛奶是温度几度。谢谢我们凯健的郑董事长，能够让这个妈妈能够哺乳更安全所以非常感谢凯健董事长捐了多少？捐了1万只奶瓶凯健企业董事长曾朝满出生在台南市南区，在北部创业有成后，曾经济届关键防疫物资协助市府。这次经捐出1万支公司研发智慧7温年管展现公司纪律，传达幸福。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我们这个是世界专利的这个奶瓶能够在我们的家乡跟家乡这边大家来做这个回馈跟体验就是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市长亲身动的不是我变魔术的智慧7温年管透过科技技术，让爸母真简单就当掌握水温。大型的设计方便了真侪新生儿家庭。就是第一胎嘛，所以我想说，如果那个温度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掌控。如果有这个的话，应该蛮方便的。用他们刚刚操作那个 app 去测温度，那可能对我来说会蛮方便的，因为就是小朋友你又是嫩婴，你在医院临时要泡奶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知道是几度，怕烫伤他，对，所以觉得其实应该算蛮实用的礼物这样。市府表示，在全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势之下，每一个新生命拢非常珍贵。真感谢凯健企业捐赠智慧7温年管将新产品透过公司协力活动回馈乡里。让新手爸爸妈妈在照顾新生宝贝上更加方便，这也是送予新生儿家庭一份小小的新生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第2季社区照顾关怀的据点的连续汇报，市长黄伟哲除了家己出席来为大家加油以外，并甲学员来做伙制作面条甲日头糕，相当的趣味热烈。希望据点会当继续推展创意的服务，吸引到经济长辈来到据点参与。市府小区定期拢安排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除了提升职工甲照顾人员的基础服务，嘛积极来推展新的主题，吸引长辈参与。适合伫邻地成功社区，在这类推广用米代替米粉所做面条。其中黄伟哲甲议员吴玉环嘛亲身来体验动手做的滋味，同时现场也有绿豆糕等点心的制作，希望借着创意服务来互长辈预防失智失灵，嘛温暖大家心。过来这边好，1、2、3，来，拉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米食有很多种除了可以做面包，可以做面条，还可以做凤梨酥这些都是推广米食很重要，因为我们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面食了那因为其实做起来也很好吃，我以前吃过那个米面包那真的是做得很好，所以呢，这是1减2口，蒙达2减3口，一方面很疗愈但它除了严肃的这个关怀据点的协调汇报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动手做米食，还可以控头油，那这样很开心。另外，东山区公所嘛提供2000斤的番薯，和现场学员学习番薯的料理，做成2人酥、米包、往来酥等小点心，相当的美味。小局表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成立，除了关怀照顾加健康促进，嘛是长辈联络感情、活到老、学到老的好所在。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目前全台湾各所在确诊病例佫不断的增加，因应不断更新的防疫资讯，嘉义区公所特别组成防疫团队，到社区内面来向长辈说明防疫措施，并呼吁要赶紧来注满3剂疫苗。伫咧现场经实际操作快筛的使用方式，甲防疫观念落实到社区内面。
最近因为全台疫情的大爆发，不断咧更新的防疫政策，互大家实在是听甲非常的混乱。为着要互长辈会当更清楚来了解正确的防疫方式，嘉义区公所特别组成团队来到社区内，为长辈来说明目前的防疫政策，借此嘛来加强长辈的防疫观念。今天我们嘉义区公所就是因为从昨天开始原本由卫生单位在做的那个确诊者的居家照护的工作从昨天开始由我们那个区公所这边来做接手那个关怀访问的一个部分，还有那个制送那个防疫包因为那个医疗量能我们希望那个卫生单位能够在医疗量里面做提升，所以我们来做这一块。那也透过这个机会我们也公所的团队各主管这一2天，我们都到各社区去跟社区民众来做一下宣导。区公所除了伫现场宣导新的防疫政策以外，更特别邀请到专业的护理师来到现场，为大家说明正确的快筛使用法。透过实际模拟操作，让长辈当更清楚来了解使用方式。领了这个快筛剂，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请了我们的卫生单位、我们的卫生所的护理长前到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做宣导跟民众讲解快筛剂如何来做使用也希望说这一波的疫情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可以受到控制，然后祝我们所有的长辈大家都可以那个平安的度过这一波的疫情。疫情继续伫咧严峻的状况之下，区公所希望对地方开始落实正确的防疫观念，透过组建团队来到社区内，向民众传达明确的防疫方式，希望大家当做伙度过这波严重疫情的难关。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社保集团伫咧2019年时阵，独家引入日本的餐饮美食，并实力顽固核实。真正分布的3间分店，拢伫咧大台北地区。今年伫咧安平要迎来第4间。台南一直以来甲日本拢维持袂歹的关系。即摆选伫咧台南设立第4间分店，要互南台湾的民众嘛会当享受到正统的日本美食。13号上午来到安平区的顽固核实安平会馆，宣布集团伫咧2019年的时阵引入来台湾的日本美食，并成立顽固核实餐饮品牌。海外前3间分店拢开设伫咧大台北地区。5月13号有真侪贵宾嘛做伙来到安平，参与台湾第4间分店的开幕。帅个种，因为社保也有其他各种事业嘛，餐厅也是一个事业啦，所以我感觉台南这真好的所在所以来创一个台南的日本餐厅。尤其咱在日本餐厅在台南人甲日本的这观念足活咱台南过去讲古都嘛伊这你嘛对京都过来关系啦所以应该会合另外因咧讲的嘛，毋是干那食物件尔，迄是一个文化。日本的和食文化嘛是世界的迄个真出名的，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题目阮想来换一寡好的料理文化带来台南，互大家享受安尼。顽固核实所有的餐点拢是100%正统的日本饮食文化。安平会馆开幕嘛，邀请到日本当地料理长李元龙昌先生来到台湾，要互台湾人嘛会当食到正统的日本当地口味。港口啦，搁再来选择台南伊台北本来就3间但是呢一下就来到咱台南我想来头仔讲美食啦是咱台南的特色，其实台南是日本元素上济的都市，所以咱这个华宿区会当伫遮来这个扎根这是对这个后摆的眼科啦会当大大发展的一个所在。那米其林嘛选择咱台南市，所以咱迄个陈总裁的睿智眼光伫遮甲表示肯定跟感谢。
顽固何时安平会馆如果若想要用餐的话，是采用全部有约制。一方面会当控制人数，互每一位消费者拢会当享受到上好的服务。欢迎民众会当透过官方的网站、电话或者是 Facebook 提前预约前来用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一间餐酒馆的业者为着要让艺术更加打进民众的生活，特别邀请到知名爱心画家刘青松大师来到府城开展，透过美食甲艺术的结合，让民众伫咧享受美食佮有音乐的同时，可以当欣赏到各种的艺术作品。微醺国际董事长王少奇出身知名团sản企业家庭，学习路程为台南一中读到成功大学。后来，佫攻读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取得2个硕士学位，会当讲是真正的高富帅。自细汉就介意学习伊，对着艺术、美食以及音乐，嘛有着同款热爱。为了究竟艺术甲民众之间的距离，微醺南纺旗舰店这次特别邀请到艺术大师刘青松的创作来设店。餐饮是餐厅基本的价值，可是我们想要缔造的是台南比较少，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多元的餐饮价值，也就是多元微醺的概念。所以第二个元素就是艺术。那我们艺术是把我们餐厅的下午茶结合我们的艺术来做一个呈现，也就是今天这个第一次展的效果。那其实也很感谢这一次我们跟鱿鱼公司一起策划这个展，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下午有一个放松的空间，播着放松的音乐，还演章可以看到很有冲击性或者是很有共鸣的一些艺术作品。微醺南纺旗舰店不只是品尝美食所在，而且每礼拜定期也有音乐表演，让来者民众体验到一场舌尖上的艺术享宴。我们餐饮就是吃的艺术，我们画作就是看的艺术，我们音乐就是听的艺术，所以是想要创造一个有视觉、听觉、味觉都齐聚的一个餐饮体验，这是我们微醺想要做的事情。对，那晚上音乐怎么结合？其实晚上我们每周1、2、4、5、6在南纺店，每周3、5日在雅果店，我们都有音乐之夜，就是现场会有音乐老师演奏。刘青松大师是台湾一位艺术涵养真悬，而且具有爱心的画家。前台湾工艺中心主任，也是这场展览的7.0徐根小博士，欢迎大家来这看展。刘青松伫咱国内是算国宝级的这个画家。咱这个咱的展览呢，除了有刘青松老师伊的珍品伊的佳品来以外，因为伊的级数足悬伊已经90几岁啊，所以伊的作品介绍无俗啦。阮当时伫这个展览，阮有做一个微喷，都是毋是复制画，比复制画更加了啥，做了更多细腻的有授权、有版权的这个微喷画。介绍较俗若会当互咱的市民朋友对艺术有兴趣的，会当将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带转出来。国宝艺术大师刘青松画展，目前当伫咧微醺南纺旗舰店展出当中，展期到7月29为止。喜爱美食、音乐、艺术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